英國業主一定要識 Selective Licensing Part 2。上條片講完 Selective Licensing， 今次同你講當中幾個最新重點，業主一定要留意。第一點，越嚟越貴，以前申請可能幾百磅，而家唔少地區已經去到800英鎊，甚至過千磅，而且通常只係幾年有效期，之後仲要再續牌。第二點，範圍越嚟越廣，越嚟越多地區開始實施，例如 Manchester 擴展到 Longsight、Cheetham Hill， 而 London 嘅 Newham、Croydon 等更多區域都被點中，有啲係逐步擴展，一唔留意就可能中咗都唔知。第三點，申請唔係填表咁簡單，你要申報屋內標準、設施、管理安排，仲要寫清楚係業主管定 agent 管。如果資料唔準確，日後被查到係有機會罰款。第四點，政府可以突擊檢查，而且唔係隨便睇兩眼，係一份可以長達幾十頁嘅 checklist， 包括消防、安全、設施、文件同管理，全部都會查。所以喺現時環境之下，合規同管理已經變得更加重要。如果唔確定物業是否需要申請相關牌照，建議盡早了解清楚。繼續分享條款之前，簡單介紹下自己。我哋係名門物業，專注幫客戶買入優質物業，多年物業管理經驗，同埋有自己嘅裝修團隊。我哋嚟緊每星期都會分享一條英國業主一定要識系列，幫你更易管理租客，防止物業損壞，長遠幫你慳錢。記得 follow 我哋名門物業啦。